再来看，前美国国务卿庞贝奥的首席政策顾问伊木春伫华府接受公共电视的采访，伊小听台湾的民主伊讲对中国来讲，台湾人有选票是上凄惨的代志。伊嘛认为讲，台湾议题伫国际的讨论有正大的变化，咱台湾已经是公认的民主灯塔。真正挑衅中共的，实际上就是台湾人民手中的一种选票。 台湾自卫的最大的武器、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你们这个老百姓的选票。一听台湾民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伊木春是前美国国务卿庞贝奥的首席政策顾问，真济摆来台访问，伊表示，台湾议题伫美国甲国际讨论顶悬已经有戏剧性的变化，台湾不是一个孤立的基地。台湾已经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灯塔，所以它在世界上很得民心。 那么，而且呢，现在这个在全世界呢，都认为中共呢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威胁，它的侵略的这个意图绝对不可能就停止于台湾。这个很多国家都把台湾自己的命运，有共存亡的那么一种感觉。 最近，美国众议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第275号决议无干涉台湾。伊认为这是解决美国外交关系史上无正义甲体制的第一步，中国也无理由抗议。我在美国政府干了那么多年，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台湾的政治领袖到华盛顿来鼓吹台湾的独立。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这个高度这个自治，而且有这个自己独立的运作机制的一个民主国家。 副总统罗清德即摆过境美国，中国不满用军舰回应，伊认为这是一贯的做法，不过中国也意识到，先过激烈反应对代志可能会造成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